现在我刚刚健下身啊，今朝个肚皮熬是熬得不得了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吃龙腿炖自助烤肉。走起，音乐起。这边一进来的话，先是选自己爱吃的肉，然后师傅会用调味料帮你拌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自己烤着吃。拌肉拿一点，孜然骨丝上脑也拿一点，飘香梅肉条，这看着也不错，怎么看着都很好吃啊？再拿点牛肋条吧。你好，阿姨，帮我拌一下吧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开烤。我发现这家自助烤肉吃的东西真的巨多。除了烤肉，我身后还有东北炸串。开始下锅，起锅了，兄弟们！裹上酱汁，哎呦，最后再来点面包糠，哎呦，这个话梅菠萝冰看着不错呀。话梅菠萝冰，哎，整一份，整一份。哎，哦，这感觉很清爽。好嘞，谢谢大哥。开始看肉啊，今朝一定要吃下去，我把那个。它蛋白质饭它结棍啊，啥泥啊！尝一下这个话梅菠萝，哎，这个很清爽，很酸溜溜，特别好吃。啊，这个真的蛮好吃的，这个真的蛮好吃的。来一串烤鸡皮，嫩啊！炫一根牛肋条，哎，肚子饿的时候来上这里一口烤肉，简直绝了！梅肉条，哎，好吃好吃好吃！果然还是吃肉是最爽的。第一盘结束啊，开始第二盘。OK， 第二盘开始，可劲儿造。OK， 第二波开始啊，来一块羊排，用油脂感爆在嘴里啊，这感觉太棒了。今天蛋白质超标。第三盘了，兄弟们，再来一块牛肉 beef， 哎呀，真的太香。这个今朝一顿看就吃到了满足的不得了，啥你都不得了，食欲都不得了。啊，兄弟们，现在我吃完了。说实话，今天吃的有点顶了，3大盘肉啊，就东北量还是有点狠的。反正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吧，因为它这边是59.9块一个人，其实还不错的。然后你喜欢吃肉的话，喜欢吃烤肉的话，胃量大的话，我推荐你来，还蛮不错的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